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嘅福喜来呢个节目。今日大家咧分享嘅如何知识系嘛，嘅大家上课啦。啊，每日水母嘅世界系咪談到酸條嘅，你有可能會欠教，然後你切加會欠教。個欠教你嘅感覺係嘛嘅？係水到當好，然後講伊可能因為當甜。係咩也有可能係大家直接嘅談到嘅呢個水母調戲天子前咧。今日就好好咧講呢個主題，大家分享啲咁嘅醫生，佢係嘛曬咧，特別是聯合醫院嘅七性田性上，歡迎醫師。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徐俊健醫師。那今天很開心來這邊分享睡眠相關的議題，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太好了，歡迎徐醫師哈。其實醫師來到這邊跟我們歡迎的這個是跟我們討論的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對，說真的，這個議題這些年我們常常會聽到有人說，可是沒有人真的好好的去討論那個是什麼。我們通常只會感覺說，哦，那個好像有點危險哦，你要注意哦啊，然後這個議題就結束了。對不對？所以今天太好了，歡迎醫師來到這邊，你好好有機會就得來討論一下。可是，都討論這個這麼嚴肅的議題之前，我們先簡單說一下，我們從打呼說起，可以嗎？可以。對哈，睡覺打呼好像是一個大家都很能理解，然後也好像蠻平常的一件事情。是。所以打呼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跟症狀，或是它是什麼？OK， 其實打呼就是我們呼吸會經過我們的鼻腔。然後一直到鼻咽腔，然後到我們的喉嚨，然後進到氣管，進到肺。所以這整個上呼吸道，只要有狹窄的地方，其實我們都會聽到一個呼聲。所以它不同的位置的狹窄，其實它呼聲不一樣。對，所以其實還有研究說，我們靠聲音來分辨你的狹窄在哪個位置。OK， 就記錄這個聲音。所以打呼其實只是一個氣流經過狹窄的位置發出的聲音，它不一定代表疾病。但是它是一個徵兆 ，OK， 對，可能你打呼到很厲害的程度，甚至都快吸不到氣的時候，對，甚至停止呼吸，這個時候就會可能有疾病的問題了，就是我們今天可能要討論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對，這就是為什麼要從打呼開始說起，因為其實打呼就像醫生講，有時候很輕微，可是恭喜才會有時候阿木拉水母改世界，用輕微密按摩給港工嘛，就是你躺到旁邊人打呼，看搞動台上，突然間好像會自己驚醒，對，那就有可能也是。有隱藏的，沒錯，疾病或什麼，這個驚醒狀態其實就是他可能打呼到一個程度，整個呼吸道塌陷了，然後他吸不到氣，那他吸不到氣，它是一個缺氧狀態。是，那你缺氧狀態的時候，你可能大腦你本來在睡覺嘛，對，你缺氧狀態總不能一直缺氧下去，對，你的大腦會主動的把你叫醒，你就會忽然這樣。對，醒來，然後你以為自己嗆到，很多患者都會這樣形容。對，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徵兆。是。對，那這個徵兆呢，不是說啊，我有呼吸停止就一定有很大的問題嘛？其實我們有分嚴重度。是。對，其實可以看這張圖。對，所以這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那台高的分享，它其實還是有嚴重、輕微的問題。對，所以它是有輕度到中度到重度。是。那我們就是以它每小時呼吸中止的次數來分辨，了解。對，那每次的呼吸中止，其實他這邊有提到，我們可以分成一個叫呼吸中止，一個叫呼吸不足。OK， 呼吸中止就是他呼吸他完全停止，然後大於10秒。這很久哎，10秒很久哎。因為為什麼叫10秒？對，因為你如果停止1、2秒、3秒，就像我們閉氣1、2秒、3秒，其實不會缺氧。重點在於缺氧。是，對，所以你看到它大於10秒，而且血氧濃度要下降3%。是，對，我們平常血氧濃度都是98、99、100左右，對，你下降到3%就97以下了，是，就是有一點缺氧狀態。那另外有一個其實跟它是一樣的，它叫呼吸不足，就是剛剛講到打呼是氣流量經過狹窄地方，對不對？對。但如果你經過了那個狹窄，太狹窄了，對，狹窄到太多，大於50%的時候，是。其實它那個氣雖然有進去，但是就叫做，我都跟病患說叫氣若游絲啊，就氣不夠。對，氣還是有進去，但是氣若游絲。對，所以它還是大於10秒的時候，血氧濃度也下降3%。所以重點在於血氧濃度。了解。對，只要你血氧濃度有下降，這個次數呢，我們就要把它算進去。了解。所以你比如說你這整個睡眠過程8小時，你如果停止了40次，那指數
除起来就是每小时有5次的意思。刚医生说那40次都要大于10秒，对不对？对 ，OK， 没错。所以你看你小5的话，大概在轻度了，你小于5是正常，是因为我们身体可以容许一些缺氧的状态，还能够代偿，还能够适应。但你超过5次，在研究上就是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对，所以5到14次是轻度，那如果15次到29次就是中度，大于30次，大于等于30次就是重度。那30次很多你一个晚上的睡眠8小时，你有这么多的次数？有人还大于90次。那他的接近90次，那这样是不是可以说他睡眠品质会很不好？对，因为他会一直无法呼吸的感觉，他就会一直觉得很浅眠。症状其实因人而异，有人还是这样昏睡啊，就是早上起来有一些症状。对，就是可能他觉得晚上是浅眠，有打呼，然后可能会有夜间频尿。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再详细说明。了解到你讲，我们有讲一个不然你睡梦的时间欠搞动豆白，大家打呼很多次，台高飞起都讲，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事实上，有可能其实不是只是单纯的打呼，它就是有可能是性上讲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对不对？所以今天让台高分享比较像是基础卫教知识，就让大家了解一下。如果说你有什么样隐藏的症状，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要讲哎呀就打呼嘛所以其实当然它其实讲起来还是非常的复杂，不过它有很多类型。是，所以一开始先到台高的分享，性上提别到台高的讲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阻塞型，老实说以我来看，白话我就阻塞了嘛，就塞住啦，塞住了，对，就水管不通啦。是，所以它这个阻塞型为什么会常常会提到这个阻塞型？因为这个是最常见。在睡眠呼吸中止症，它最常见。它其实分3个类型，其实也很简单。是一个就叫阻塞型，大概占了8、9成。8、9成大家都是这一种。然后另外就是中枢型。对，好，中枢型就是我们阻塞型就是呼吸道被阻塞了嘛。是。那中枢型就是大脑你的中枢忘记叫你呼吸了。那可能的原因也很多，可能是你曾经中风过，大脑外伤受损过，或者真的有长肿瘤等等的问题，或有其他的癫痫或其他的神经科的疾病，这就是中枢型，就是它从源头就忘记叫你呼吸肌肉呼吸。对，那再一个叫混合型。对，混合型很简单就是它有阻塞型也有中枢型。对 ，OK。那阻塞型就是说，你看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打呼。其实打呼不影响健康，如果他气都有过去，只要没有造成缺氧，他都从头打到尾8小时，很大声，气都有进去。他唯一造成的困扰是旁边人会很吵。对，我都说，你打呼我都开玩笑说你没事你这从头打到尾你都没缺氧，没怎样，你是影响别人的健康，对别人另外一个就睡不好。没错，对反而是你很安静的时候，呼吸声忽然消失，这个时候就是真的可能完全堵塞住了对，所以如果说呼吸那时候没声音，这个时候是没声音，对，因为它就类似缺氧，就停止呼吸的状态，它就停止呼吸，它就闭气了，它整个呼吸道塌陷，对，那这很严重对，所以但如果只停，刚刚有提到秒数嘛，就是你时间越久，次数越多，了解，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就越大。而且从这张图一是我们可以勉强看到，好像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它其实几乎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过，它是整个完全塞住。对，其实这个主要塞的位置我们刚刚讲到整个上呼吸道，鼻子喉咙这2个主要的关键位置。对，有人有鼻中隔弯曲。过敏性鼻炎、鼻肉肥大，我有这个问题。前面进气量都不够了，对，那你后面这个咽喉的位置稍微阻塞，你可能就产生睡眠呼吸中止。OK， 对，是的，医师好像还有来帮我们带来更精密的图。对，鼻子的部分，其实鼻子不是最主要阻塞的位置啦，在睡眠呼吸阻塞型的睡眠呼吸重症，所以我们看这个喉咙，因为鼻子的感觉就比较是前端，你就这边就塞住了，对，前端进气的问题，进气就塞住了，对不对？对，所以。喉咙的部分，其实大家民众就可以自己张开嘴巴，回家照镜子，打个灯。现在手机都有灯嘛，打个灯，这样子。对，看看自己的喉咙，打开之后，这个是评估我们的舌根，它要分等级，正常就可以这样，完整的看到这个 M 字形的开口，小舌头。对，然后这是1级，这2级。3级、4级，这根本就塞住啦。对啊，就是你会越来越看不到这个 M 型的开口。对，这个还看得到这个悬雍垂，有没有？我们打开嘴巴这个小舌头会晃动的这个东西。对，然后这边还那个屋顶还看到一点这完全看不到。所以你如果打开嘴巴，舌根这么肥大，
你就风险比较高。是，所以这个自己回去是可以自主检查的，是不是？是了解。所以其实两下讲的，就是说我们的睡眠呼吸中止症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形，还有原因其他改情形。你想你所有改向前朋友说聊下，你等下张总来讲。大家来分享，但是讲睡眠头是听极紧哦，就睡眠呼吸中止症，其实真的是大家很容易忽略，可是事实上它其实又很严重的一个状态。对，上一段节目医师有帮我们分享到，就是哇，几乎你张开嘴那个小舌头有没有已经快要看不见，然后这个好像不一样，对不对？对，这不一样，这是两个主要比较有在分等级的部分。对，好，刚刚那个1到4级，所以第4级最严重。那我们就有提到这个 M 型的开口，就是我们主要咽喉的一个呼吸道。是，好，那它整个包围的地方其实就是刚刚讲的是舌根，那这个是比较常见，就是扁桃腺。对，扁桃腺就是我们喉咙开口两边的2颗球啦。是，好，那这个球呢，有人天生就很大，你看这边是正常，是1、2就稍微它从那个扁桃腺的窝跑出来了。那3呢就又跑出超过一半了。对，好，那4呢就整个碰在一起了。这个如果我们用手机的灯照，然后看镜子，可以发现吗？可以发现，是对。但是如果你是刚刚我们提到那个舌根很肥大的，那你就根本看不到啊。你可能舌根也很肥大，然后扁桃腺也很大，这时候可能就需要医生用压舌板压下来才看得到。了解。你自己嘴巴这样开可能看不到。所以说黑公，你的嘴巴张开，如果你的舌根是很肥大，所以当然因为你都已经盖住了，所以连扁桃腺都看不见。对啊。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这个开口有没有？这有个叫这个悬雍垂，好，我们就是像一个小钟摆。对，其实它跟打呼也是蛮有关系的。有人刚刚提到这2个扁桃腺、舌根都不大。对，但是它的这个悬雍垂就很长、很肥厚，所以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这样躺下去，气流经过它就啪啪啪啪啪啪，就是你打呼，对，就是你打呼的声音。所以有时候打呼这个问题呢，就是比较复杂。是，对，所以这个也是主要我们在临床观察上会整个对病人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去分析。我真的觉得太棒了！你看哦，大家都了解欠稿了解事情，从来都没有人想过，其实原来张开嘴巴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自主观察。对，所以其实如果你身边的家人欠稿动央从今天 content 节目够黑，我就先去把嘴巴拔开，先看一下是不是舌根肥大，或是有没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对。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基础知识。更多聊片台尬斯维文说，医师我只知道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很大声，可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征兆？可以来做一个比较基础的判断。对，其实主持人前面讲到说，以前都没有什么太关心打呼或是睡眠这一块，而且只会说，你是不是很累？对，是有一点相关。对，或者说，你好像很累哈，所以打呼很大声，就或者我刚睡很熟，是感觉到就这样而已。对，因为过去都是针对于感染的疾病，或是其他的疾病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医学越来越发达，是我们开始注重我们的睡眠。对，其实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它其实是一个隐形杀手。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症状，你看到它白天的症状，可能就是你睡不好。常常我们睡不好，早上会怎么觉得怎么样？注意力不集中，头痛又很想睡觉，对，然后又头痛，对，然后高血压好像大家年纪大都会高血压，对，所以你白天这样的症状，你可能也不会去想到说，完全不会，我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完全不会。对，那再来我们看晚上可能有症状，就是他就是会打呼打呼是其中一个嘛，对，然后睡觉的时候呼吸暂停，但这个呢都是家人观察到，是自己。很少人观察到，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他呼一呼这样自己吓醒的这种。好，你说你有几次？偶尔。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会浅眠睡不好。因为你在睡眠呼吸中止的时候你是缺氧，是你缺氧，你大脑刚刚提到就一直把你叫醒，所以你就一直浅眠，你没办法进入深层睡眠。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夜间频尿。
这个是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因为我们看到叶丽萍要想的就是年纪啦，或是射物腺肥大啊，膀胱，对啊，对啊，或是晚上喝太多，对，喝太多水，怎么会跟呼吸有关？其实有关的，因为当你的大脑缺氧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所以我们的一个抗利尿激素呢，它就会分泌不足。当它分泌不足的时候，你的尿就会变多。所以你就会夜间频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可不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你可能是改用亲朋友，如果你发现你一直以来都有这样子的症状，然后一个问题，然后你本身也打呼。其实我觉得这些症状是值得你去做一个检测的。对，所以因为它的症状不是很明显，对，所以我们其实过去啦都是用医院的检查，其实是蛮被动的。了解，医生是蛮被动的，是因为就等病人发现问题，他才来医院找你嘛。是，对，来找你的都是有病识感的。没错，其实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比率其实非常高。对，在我们成年人大概占了6到15%，甚至更高。这很高那就10个就1个。我觉得是不是也要抬杠拱，就是说我们要让大家要有病识感，对，有这种感觉。对，医生，你在诊间里面有没有很特殊的案例？对，就类似，比如说才发现有这样征兆，然后来看。对，他就是刚刚有讲到，就是你也有偶尔有的啦。其实你也要检查。其实我没有办法说这样光看你就知道，有时候看瘦瘦的，好像是不会打呼的，还好，但其实他可能是重度的。哇，我要注意了。他就是这是我们医院的同仁，对，他就说他怎么早上都一直很想睡觉，对，然后有人说他打呼很大声，也是这样，然后说好像家人有观察到他呼吸稍微暂停，然后就来找我，然后一测量，结果是指数是89。好高哦！50几岁，我们的刚在前面有讲到护理同仁轻度、重度，它很高就重度的2倍以上啦。我都跟他说你这是极重度，怎么办？那要怎么办呢？我们后面会对，其实这个疾病它如果你到中重度以上，我们就一定会希望病人应该是会很建议，强烈建议病人一定要做治疗，是因为他虽然说我们缺氧，早上睡不好，好像不会马上有健康上的问题。但是你长期这样，可能5年、10年，你就会增加你的脑血管的风险、心血管的风险。简单讲就是脑中风跟心肌梗塞是，它就可能会发生。是，对，所以他后来接受了治疗，就改善很多。他说：“我早上精神就这些症状不见了，精神变好了。”对，所以其实他等于整个生活品质也改善了，对不对？不过讲到两边台港是为熊，除了性上讲的安用改警惕之外，到底都大家改高风险群、高风险群是谁？就是到底什么样的类型的人要特别来注意一下？对，所以刚刚我们这边从这一张可以看到，其实主要第一个就是男生，男生，然后他可能肥胖，脖子粗短。粗又短，你这样讲完之后，我就开始想要观察我身边有没有男生又肥胖又脖子粗。对，所以其实刚刚从那个症状对，虽然我们刚刚说不行，对，很容易判断，对，但是有一些这些征兆的，好像比如说病人走进来，他的脖子就很短，他这边双脚就很严重，男生胖胖的，这种感觉就是如果是挂医师的。就是挂医师的诊，然后进到诊间之后，他有可能是要来看这个，但是他首先就肥胖又脖子粗，你就增加你的判断的这个。对，我说你这个真的高风险。OK。对，那另外就是年纪大，为什么年纪大？就是我们肌肉会退化，了解，所以它容易肌肉张力不足，就会塌陷。是。那另外就是停经后的女性，其实她既然到停经，其实她也是有一定的年纪了。是。然后她也会造成这边脖子的脂肪的堆积。了解。那再来就是酗酒或是服用药物、安眠药、镇定剂，那就是一样跟肌肉的张力有关系。OK。因为你酗酒就会中枢抑制嘛。是。对，你就会肌肉张力就变不足。所以就容易塌陷。那安眠药是一样的问题。我们讨论到非常非常多的医疗知识，喝酒的问题非常严重。我们今天才知道，原来喝酒会影响这个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所以有些人可能平常没喝酒，呼吸都没打呼啊。对。那喝完酒结果打呼，因为肌肉太放松。原来是这样。吃肌肉，就感冒的时候你吃肌肉松弛剂，可能也会。医师，你刚刚说到重点，因为家里的老人家家人，就是如果说为了要庆生或是什么，喝点酒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他鼻塞，然后或是呼吸，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关系。对，会有一些关系。对。原来，那我要来问一下，小朋友会有吗？
小朋友其实，因为我们刚刚说老人家是高风险群，对，小朋友也是很专业的一块，它其实也是很常见，但是它的要求更严格。你只要在睡眠过程中有一次呼吸中止，那它就算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是，像大人是，我们还可以容许5次的缺氧。是，那小朋友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呢？因为他在生长发育啊。你如果在他生长发育的时候让他缺氧，就会影响他的生长激素，所以小朋友就变很小，长不大等等。然后你看这张图，这是最常见的，像小朋友会有睡眠呼吸中止症，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过敏性鼻炎，对，台湾太多了，对，所以他前面就呼吸不足。如果另外一个最常见的就是小朋友在鼻咽腔这个位置是有一个腺样体，它有肥大增生的现象，在2到6岁的小朋友是最常见的，那他就会在他睡觉的时候呢，常常。家人都会发现说，爸爸妈妈会发现，怎么就是嘴巴开开的在呼吸，对，然后常常在那边翻来覆去，对，好像都睡不好，然后晚上比较容易哭闹，是，其实来检查，照一张侧面的 X 光。就发现，他就是有腺样体肥大的问题。哇，所以这也是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观察小朋友呼吸这一块也是要特别的细腻哈，因为因为很多父母在关注小朋友的时候，都是有没有发烧啦，有没有流鼻水，然后他最近有没有精神。对。可是很少父母会因为他睡觉的时候，嘴巴开开或是呼吸怎么样，去特别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对。所以它是一个，就是你要仔细观察，是，然后可能要给专业医师做一个判断、评估，是，然后你可以看他下一张，其实是他如果小朋友缺氧，你就可以看到他常常张口呼吸，对，所以他就嘴巴就变成好像鸭子嘴，对，就翘翘的，是，他就长期，然后他的下巴也会变短 ，OK， 下巴会后缩，因为你说这样打开。那肌肉都往后拉，所以其实等于是依照医生这样讲，其实脸型的结构就可以是判断的一个依据，对，这就叫做腺样体脸。哇，所以其实讲到后面其实非常该抬吼，还有嘛该注意，你先聊哈，等下张总来讲。大家都分享啊，你讲睡眠呼吸中止症哈，其实好重要哦。对，这么重要，可大家却很少讨论它。不过讲到俩团，你有了少改黑马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症状，讲到高风险群，我们总是要治疗，对不对？而且我要知道我有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医生的意思是说，你当然可以去医院做检测，是。那听说居家也可以，是，对不对？对，现在近这1-2年，我们开始就是推广居家的睡眠检查。对，因为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了。其实真正的标准检查当然是在医院，它是比较多的导线，它可能，但是它的排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有时候要排3个月、半年，甚至有的医学中心排到1年。这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我要去挂号，可是我却要等到1年后我才可以检测。对，有些人就放弃了，太久了。对，就好几个月。有些人就放弃，但是其实它是高风险群。OK， 对，这样子其实是不好，但是它还是医院的检查还是因为最完整，它可以做它的心电图、脑波、肌电图、眼动图，然后其他包括我们呼吸、打呼、气流、脉搏、血氧浓度等等。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只检测比较重要的部分，它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跳，然后我们的血氧浓度，然后我们的打呼声，胸部起伏，然后有没有呼吸的气流，可能就是3项到7项等等的一些项目，不会像这么多项，有没有25条？对。然后有人在医院检查贴了那么多条，结果没睡，那这个检查也没用。是。对，所以反而他回家睡的，我们检查出他有睡眠呼吸中止，而且有时候反而是这样。而且居家检测依这样的分享来看，它是真的特别针对睡眠呼吸中止症。对，我刚听医师这样分享，尤其是阻塞型的。了解。对，所以因为中枢型的就可能需要有脑波。是。对，所以医生比如说你一开始先做一个筛检测，对，在家里做，医生觉得有怀疑，就帮你排医院。了解。至少我们可以抓出一些很多潜在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先以一个相对没有这么周延的，先做一个简单改检测，然后还讲其实有问题性上是让你拍抖易燃原因。对，好的，医师，如果我真的检测出来了，不管是轻中重度，我总要有一些治疗嘛，总不能说你检查出来的话你有啊，好没有了，总是要有一个后续，对不对？因为睡眠这么重要。对，我们就前面先做一些检查，诊断确诊了之后，我们就是要做治疗。对，那
治疗其实有分3项，是好，主要的主流啦。好，我讲简单一点，因为让民众知道，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肥胖的原因，所以你减重可以帮助你改善你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有些真的很胖，他是脖子很多堆积很多软组织 ，OK， 所以他呼吸道就很狭窄 ，OK， 所以减重可以有改善。所以这听起来还蛮感人的，对，你先减重就有可能改善，对不对？对，那我讲这3个其实都不冲突，其实有时候可以3个复合式的治疗。对，第2个就叫手术，是，好，那手术也方式很多种，那它改善的程度不一，好，那你就给专业的医师去做评估，好，那第3个就是也是。算是治疗是很改善率很高的，大概可以改善到90%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正压呼吸器，就是我们现场赌田冲俩很多安用改进，这个是可以在家做的。对，这个就是因为你如果诊断你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时候，对，当前2项，因为其实有些睡眠呼吸中止症，它本身很瘦啊，哦，对，它是不用减重啦，我就很瘦了，对不对？然后他又很害怕手术，是，那怎么办？我们这就非侵入性的 ，OK， 又改善率最高的，因为它从根本上的去解决你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题。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是呼吸道塌陷，对，那它是一个叫做正压，也叫阳压，就是有一个压力的呼吸器，它会帮你塌陷的呼吸道帮它打开，好特别哦，撑开，那就根本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嘛，因为你是因为呼吸中止缺氧，那我们把它撑开，对，空气有进去，那你就不会缺氧。对，这个疾病本身就被治疗了。所以现在意思是讲，我在家里睡觉，来水木改西街，我要在我的床边摆着这一台机器。对。然后如果我应不应该洗点水木，然后我洗，比方说我就戴在我脸上到天亮，是不是？对，就是睡觉的时候就要戴着。很多很多病患就说啊，那我只要治疗多久就好？我说你就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就得一直戴，对，就跟我们戴眼镜一样。OK， 对，所以它就是要一直戴。当然它的优点就是可以让你有很好的睡眠品质，你不会有呼吸的问题，你不会有缺氧的风险。对，但是其实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接受这个治疗。是没错，因为戴着感觉上这样戴着，好像有时候转头的时候会有点，对，它需要一个不舒服适应期啦。是，对，大概就是过去可能一半的患者可以适应哦，现在大概提高到7成8成，因为机器越来越进步，然后它会智慧的侦测，是对，然后它会发现你说，它不是一直打气，一直打气你可能就睡不着，对，这样治疗反而很多人就说，我在适应期我都没睡，我更累了，对，整晚没睡，但是他一旦适应了，他会觉得这个机器好棒，没带。他睡不好，是，对，因为你就是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才浅眠的，对，那你现在不会睡眠呼吸中止症，你就可以进入深层睡眠，反而没有它不行。是，那感觉上旁边好像还有一个比较简易的是吗？对，所以有人会说啊，那我出国啊，出去旅游啊，才2、3天，我要不要带？或是我会说，如果你是短2、3天，你没带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去比较久1个月，那你就可以带这种携带型的小台的。所以这个携带型的就是可以带出去，但是医师他这个也是还是要接你说这个对一样戴在头上的这个管子，我们就像戴这个管子所以它这个照着我们的鼻孔、鼻头或是整个口鼻罩住，它有分很多形式，就由患者自己去选择适合的，或者跟睡眠技师去讨论。因为有的人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整住鼻孔就好了，对，不是说让整个罩住，对，这样压迫在脸上，有人会觉得不舒服。但如果只是整住鼻孔，他可能觉得还好。对，但是如果他整住鼻孔，但是他会有个压力，对，有人鼻孔形状啊，或是睡姿会动来动去啊，可能会漏气，他就失去了那个正压的功能。那我们就会建议他再换成这种整个罩住的。这看起来那个罩住的范围比较宽，对，那再更大就是口鼻都罩住。对，就比这个罩再更大，就是整个这样子，因为有人口对，因为有人戴鼻子可能嘴巴开，气从嘴巴漏出来，所以他必须戴这种，所以这个都由专业医师跟睡眠技师跟患者一起讨论，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他的。有时候不是患者不能适应，是他用错了这个项目产品，对，我觉得很棒因为根本要了解狗，其实对这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它的严重性，对，但是也不用那么害怕，因为我们还是有这样的方式可以后续治疗，总比你都不管它，
以为只是单纯的打呼。对，哈，按用总的，那讲到两片的时间，其实台教是会对较紧，贵在费中来了解。不过说到这边，我们其实等一下还可以跟医生分享，就是说到底如果不治疗的风险，会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对不对？对。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跟医生分享一下，基本应该老古念意，为什么？因为医生你会觉得很有趣哈。来，我念给医生听哈。好。日日摸水摸，湿日不足。我再念一次哦，日日摸水摸，湿日不足。你可以略猜到什么意思吧？就是一天没睡好，10天来补眠也不够。对，就这么简单。等下也挑白 Annie 讲罗古音留下来的俗谚语，这是以前客语的俗谚语，以前人真的就是这样。后来你想想看，就。当然，医师你现在看说哦，那当然啊，对不对？可是你想想看，以前在农耕社会的时候，那时候人类就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他的意思是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你10个晚上补眠你也补不起来。也就是说，熬夜的可怕啦。对，那这个其实为什么要特别讲两句老古谚语啊？然后 你记不记得主题又关黑？其实你想想看，如果说你有很严重的水膜头皮。听紧紧啊！你没有做这样的一个治疗，其实你一直都在浅眠，这就会像你刚刚分享那个诊间，就你那个护理师的案例，就要整天就推拿桶啊、推拿心，然后注意力不集中，对，所以他整个状态是不舒服的。对，像我个人，我很在意我的睡眠状态，如果随着我年纪的增长，我需要的睡眠时间是增长，不是人家说老人家好像很早起来，对，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我现在是。就是我以前可能还有上改时间，年轻人会觉得说好像熬夜很拽，有没有啊？整天3点睡还一副很拽样，现在就不行，现在就是一定要睡很饱，第二天才会有精神。所以这是跟这个整个主题是有关的。所以其实摸水饱提一抬尬主动干苦是爱用感高。不过最后节目的最后几分钟，我们要最后请医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你都不去管这个睡眠呼吸中止，其实最后导致的问题是什么？对，其实这个问题其实真的也蛮大的，但是它不是立即性，因为你是1天没睡好，2天没睡好，长期没睡好，然后它慢慢累积，所以它可能会造成刚刚有提到高血压嘛，对，那它接着就并发可能就是心血管的疾病，就是常见就心肌梗塞，好，然后再来就是脑中风，好，脑血管的疾病，对，然后还有其实它还跟很多疾病有相关，是，包括你没睡好也会耳鸣啊，我们有个耳鸣的问题，对，然后糖尿病，因为它影响你的内分泌系统，忧郁症，睡不好很忧郁啊。很焦虑啊，你一直都睡不好。想说等一下要考试，我都还没把书看完，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就焦虑了。还有其他一些代谢性疾病，而且另外一个很重要，尤其是一些问讲大哥哦，你如果有睡眠呼吸中止症，你会常常嗜睡，其实会增加开车很危险，交通事故的风险是增加到12倍之多。哇，所以今日绕墙到七星上那度节目地图，让台教来讨论爱用改主题，其实走在地讲，其实台教仅是有一主从，因为它延伸的问题真的很严重，所以会觉得说一个这样的疾病，其他环相扣到其他的哈。所以希望今日的节目收播动态，非常谢谢七星上那度节目地图让台教的分享，也欢迎医师常常来跟我们大家分享，感谢啊。好，天天下来台教的走人堂了。中戲福喜女理解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女理解面書傾站，還有聽嘅啲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